酸清楚嘅染色，看起来动静嘅玻璃，不论係熱沖生活，又係藝術欣賞，都係前當人隔日嘅收藏品。喺啲台灣係講愛講出一隻落玻璃有關係嘅地名，佢肯定係妙啲人嘅中南境咧。在民國72年台片呢，係講來到中南，哪一位就會看到一記個個嘅染廠，最多嘅時間還是到30、10幾安度，喺呢個個嘅染廠，最主要就係呢一位當有名嘅玻璃工廠。民國70年代，但強是中南呢片嘅玻璃工廠，thành功超有50件以上。喺這隻產業起飛嘅時節，幾隻中南軟件就係由呢一記染廠開始。將玻璃起槽來到最高峰。因為苗栗地方吼有眾多天然氣、瓦石，然後細沙、低壓片，所以個時候也得喺台北也得全部過了鴉片。因為在這邊是天然的資源比較豐富，所以在這邊設廠的會比較多。差唔多40架按多哦，嘿，而家有看到有個呢煙囪呢吼，全部做喺玻璃工廠。因為做得當權就那道材料嘅關係，中南嘅玻璃生產變做台灣最有名聲嘅地方。不過看一下呢各種發蠟別薄嘅玻璃，普通人可能會好奇，到底按用板去欺騙幾多嘅冇強容呢？平板玻璃差唔多是應用喺家具上面，好多。像藝術玻璃的話，就一般呢做法品，然後就像衛浴設備的話，就運用在日常生活安用咧。雖然有按多嘅種類，不過適當有好光景嘅中南玻璃，總算係表唔讓市台嘅考驗。喺工業量產、落產業外資嘅兩片壓力下，一件關鐵，一件細走。呢下嘅中南玻璃工廠，四寸動手件概念，韓國會簽出第二寸。標到黏有錢插花，一件嘅玻璃新品，將幾件薄嘅地圖佈置到當下人。不過呢位之前完全唔係按用，只係一間傳統嘅玻璃工廠，決定轉型變做觀光以後出現嘅新面貌。我常常講個從整形前、整形後嘛。我們那個時候的生產動線，因為底部還是維持真染動線，只是說特別它垃圾咧，它亂的地方，然後也整理好，不用整齊，順便不然有的人去看也係買東西，做玻璃係用嚟做出來嘅。為到本羅工廠繼續下去，呢間有50年歷史嘅玻璃工廠，經過10年計劃，地方政府經公所落下委會葡萄下。總算轉型做玻璃觀光工廠，尤其呢一種有前國藝術價值嘅盤玻璃，肯定係記得最上受介本大家認識嘅東西。呀，傳統嘅工業吼，唔點樣用嚟可能弄人家啲炒飯啦，呀用嚟攞其這個做講行下去啦，講行下去咩？嗰種啊，上心裡一定啲上按用嚟做得好，然後我都建議請工廠咧，也。特色，因為一般我們覺得口吹玻璃都可能要去日本 Okinawa， 或者說去意大利啊、瑞士啊，才可以看到這種正宗的口吹玻璃。所以那個時候就想說，想把它保存下來。吹玻璃呢一項專業前多人談過，不過大部分人唔識看過。其實呢一種係對1300度到1400度為所做工作嘅條路，非常辛苦。按越南高溫做條路，來自歐洲嘅盤玻璃，唔單淨適合起槽生活用品，因為完全手工，有需要多創作想法。不論係挑白又係理下，都本體現變做一種玻璃藝術。手工的口吹玻璃都是要不斷的重複一些步驟，然後才能展現出它的色彩、它的技術，因為它是不需要模子的。然後是靠師傅不停的用降溫加熱來塑造玻璃的外表。然後師傅這個動作就是在降溫，然後再塑形。然後現在師傅將氣吹到玻璃裡面，把它撐開。師傅現在在塑形。師傅現在將底部把它磨平，
直接拿一只铁棒子，吼，给空心的哦，伊跟人挖玻璃膏，同样跟那炉子差不多1000C、1003的温度，同高。直接挖个玻璃膏，然后开始吹，按从那罐呢，吹给肺活量动态的吼，然后伊都开始按分玻璃，cái玻璃膏用圆圆的，圆圆唔是像按个川贝枇杷膏咁样圆圆，然后给编一张像按人家玻璃的东西出来，一定要中间有塑形啦哈，然后让它冷却啦哈，然后再定型啦哈，都按种编来编去。可这是多花样。可这都多花样，可是师傅好像这我们肉色这样，哎，我想什么做 idea， 我这样包色啦，什么变花样变很多啊，没有说模组都定型啊。如果你有现在我今天有表演了做肉色，你看形状都不一样，看那师傅的经验，哦，还有经验还跟我讲不好听，哎，多型，你多型的入侵做物件，就 idea 就很漂亮啊。一件作品一完成，全体民众眼皮扑烧，也就是来两位嘅观众，特别看到师傅表演，听出日本幾嘅熱烈反應。喺呢一種完全儀式經驗同技術嘅噴玻璃，除了用乾工法俾民眾認識，師傅本身亦做得任務安樣得到新球感。那时候刚开始，我是很怕，哎要投注下去，就我们这老公司这样哦，老公司下去要花很多精神，要金钱，是这样。我是那时候很怕，哎，到现在我公司刚开幕这几天，哎，客人来反应不错，哎，你们这样规划不错啊。那我自己心里也很安慰啊，安慰怎么样呢？我有传下去。按到年內從頭去歐洲學習，事實上前歡喜學歷貴聲音嘅玻璃功夫，做得本很難當然欣賞。尤其改良時接下阿爸事業嘅機，就算係一隻表演，都有片場製作強弱，非常專心且對認真，一啲都唔前彩，希望做出最好嘅作品。不過噴玻璃呢項技術係講單槍實看，當然唔講贏。參觀民眾來到兩位，親身體驗乜嘅係噴玻璃，該係天出外界。因為以前玻璃工廠你們愛行，像個把片好看，茶杯好用，設計嘅做法你根本唔對。根本有人用個機會自家來體驗一下，一種係現實嘅經驗啦。咁我不差啦，帶生意來看看了以後啦，加有機會吧，做得到推廣這本大家熟悉，大家來體驗係當好嘅方式。體驗台灣罕見嘅噴玻璃，變做咗兩位嘅重點樂趣。透過佢認識玻璃技術，嚟了解玻璃嘅藝術。經過70年嘅時間，你羅玻璃工廠雖然成立已經冇頭牌暗號咧，不過你下記都利用乾工法來轉型，俾所有嘅人來工廠了解玻璃嘅歷史，咪利用你乾工俾佢哋了解玻璃係用版嘅製作過程。為咗俾大家認識玻璃歷史，工廠地圖用標識牌區分出各種參觀嘅類型，聽年工作人員順年導覽路線。詳細了解台灣頭牌應用版生產玻璃，尤其來到特產人都適合體驗嘅 DIY 彩繪玻璃器，特別到療愈也係暑假，絕對係小朋友最好嘅位所。我們的天鵝是五彩繽紛的天鵝哈，你可以把色彩上厚一點。唔盼得工廠見開見橋了，技術天天的消失，三台新接嘅玻璃工廠因為太環境衝擊。向觀光工廠發展，不過畢竟係一間老工廠，上嘅轉型冇按改善，喺負責規則計劃，未即刻留相關單位要求葡萄嘅調價新口林小姐講，辛苦佢係冇要緊，重點係兩項產業創新嘅意義。其他嘅講佢辛苦嘅呀玻璃工廠按多年呢。然後當打下這個基礎，買一點工廠的鴉片，他底下都冇希望講吼，因為大環境的關係，然後讓他整個工廠都關停，而且這個工廠是從阿公開始做到以下的，然後我就剛剛按東扣線，啊就開始跳入去做呀個地方呢。我們最主要是要推廣玻璃出去，我不要讓這一個口吹技術吼有斷層。
因为现在已经到了第3代，无人来学，给后辈做无人的啊。啊，伊啊等阿姨生人了，哦啊，几生人嘞，几张个胎，啊，一定要一些学校来天数安逸，然后让这个技术可以再传承下去。他从这个期间找出他一个特色来做转型，啊，那当然我们以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上来讲，我们是非常乐观其成啊。那我们也准备说，把这个活水导入进去，加上我们这边一些观光休闲啊，然后做一个导览啊，把一些观光客也可以把它带进来这个地方去做参观。经过办这设计以后，伫几万人共同3万下，罗工厂转型嘞。一下可能俩日完全手工用汗水打造嘅玻璃艺术，虽然唔知变形观光係咪做得成功，不過了解建設老技術，建設用感情創作嘅玻璃工廠，至少本嚟自家發展第二春機會，咪本嚟老產業一隻新嘅機會。